好，各位电视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喜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呢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書，叫做《天涯渡嘅古早味》。其實有本書，我自家讀起來，我知道佢係一本很神奇嘅書。佢底度啊有講到同天涯有相關嘅故事，還個沒有一條從食譜共用嘅故事。上來佢係適合乜人來看咯？底度有那條神奇嘅故事呢，今日節目當中就來同大家來分享哦。細細嘅家先來分享，今日節目底度有請到嘅來賓就係一本書嘅作者，分享朱美鳳，歡迎美鳳老師，歡迎。大家好，我是《田野裡的古早味》的作者美紅。謝謝大家，歡迎美紅老師來到福喜來咧，我真的像看到偶像一樣。為什麼我要這樣說？因為福喜來要到節目的哈嘎電視台已經播非常非常久了，10幾年了。我也做這個節目，當這個節目的企劃也可能有快10年這麼久的時間。故說，頭擺福喜來清走嘅時期，有一段時間福喜來邀請的小農來賓，全部真的都是跟土地相關的這一些農民。那我們這一些企劃有些很菜，就是說小菜鳥的時候，我們在做功課要寫企劃的時候，我們都要看書。這樣子你看那書，就有可能有看到我們美紅老師他寫的一些專欄的文章，對不對？對。所以我就覺得今天看到美紅老師，真的很像看到偶像一樣，因為我們以前做福氣來了很多的思路，都是從鄉間小路這些雜誌，或者是這一些專欄這些文字來的靈感。對，所以今天真的很開心見到老師。那也恭喜老師也擺來出一本新書，叫做《天涯渡嘅古早味》，這是老師的第2本書，對不對？對，第1本書的時候是跟另外一個朋友合寫的，然後比較多是食譜，然後這一本書的話就是我自己回到宜蘭的這個大概20年，20年的時間。對。老師雖然是宜蘭人，但是其實你頭擺也不是在宜蘭長大。對，算是在都市長大，對，在台北長大，然後後來20年前再回去，帶着老公跟小孩一起回到了宜蘭，對，然後感覺有看到非常多農村，就宜蘭雖然現在很多人去觀光，但是還是很多地方是保留這個農村的部分，對，所以在宜蘭回去宜蘭這20年的時間，看到的亞德所見所聞，就把它結合在這一本書裡面，對，我覺得裡面有非常多可能老師用他自己的觀點記錄了一些你覺得很新奇的跟田野相關、跟食物相關的事情，全部就下都渡紅。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有些可能大家可能在過去的專欄裡面可能有看過，對不對？所以這是過去的經驗，然後再加上新的東西集合起來。對，所以累積20年了。對，沒錯，好難得哦！這本書不僅僅有故事，它也有食譜的部分。對，我覺得看到老師的食譜，有一些會覺得好難哦，我竟然要做這個東西。比如說自製豆腐乳。是這個我在看的時候，我就想說，誰會自己做豆腐乳啊？但是不，我要說的是，其實老師要分享的是，在書裡面你看到的是老師接觸豆腐乳的過程。老師對於看到豆腐乳到底是怎麼製作帶給你的驚奇感。對，我覺得這個是老師在書裡面傳達給我，不應該幹書豆，我也沒有看過豆腐乳怎麼做，所以這我很驚訝。老師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當初就是怎麼會看到這個豆腐乳？你是看到哪一個過程讓你覺得這麼驚訝，這麼想要記錄下來？其實，在我的生命裡面、生活裡面啊，因為一直都是在台北長大，其實豆腐乳，我不見得是我們家餐桌上的常有的東西這樣。然後，其實豆腐乳對我來講，我就好像有聽過，然後當然是完全沒有接觸過跟製作過程嘛，因為我自己的媽媽還有我的阿嬤也都不會。對，我們家也完全沒有，對，就是超市買一罐回來啊。對，我們連去超市買都不太會。對，然後後來我們是20年前回去之後，其實我一直以為我對做這些食物啊、食材啊，我沒有很有興趣。我以為，就去到那個地方，去到我原生出生的那個地方，因為我甚至沒有在那個地方過過我的童年。但我是帶着小孩，有點像是我的小孩陪我重新再過一次我從來沒有過過的童年。
所以我其实，在讲这个时候，其实我也蛮有鸡皮疙瘩，就很感谢我有2个小孩这样，然后我就是很带着他们去探索所有在我身边的所有这些食物。我在做这些食物的时候，他们也都跟在我旁边一起做，好幸福。对，然后就是一起探索的感觉。对，然后其实我就很有兴趣嘛，就说那个在人家的家里啊，大部分这些长辈的家里，然后有大概都是夏天的时候，然后有太阳的时候，他们的那个丢嗲，我不知道那个就是舞堂，对，就是我们浮起来的棚景设计的概念，对，在它门口，对，这个广场上面都会有那一种竹胎啊、竹篓啊，然后上面都是晒一块一块白色的东西，方方的，对，方方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照片，对，这个就是我晒那个豆腐乳的一个状况。那一开始我就想说这个是什么东西，我很好奇。然后后来去问了嘛，问了之后才发现说，原来这个是叫豆腐块。然后想说豆腐乳我也有吃过嘛，对，我是有吃过的。可是我发现我把它偷吃，你是这个还没有完成的，完全还没。对，然后它是很咸的，超级咸的。可是我们没有在自己做豆腐乳的人，我们甚至想要体验看看都没机会耶。是，所以我就是一回到乡下之后，除了务农嘛，我跟先生一起有种稻子，然后发现太多这种所谓的发酵食品。我后来以前我还没有做的时候，我以为豆腐乳就是一个腌制食品，然后腌制就觉得哇，对现在的人的健康很不好啊，有一个误解，对。然后可是我后来自己做了，从头到尾做，我甚至连那个米曲也都自己做，哇！我才发现它根本就是一个发酵食品啊，对，是健康的发酵食品。对，我们现在人就是很喜欢有一些益生菌嘛，没错。对，那它本身就是一个发酵食品，很天然的。对，所以其实就像老师刚刚讲的，老师为老给宜兰看到的这些所见所闻，毕竟共就是这么单纯，看到人家在晒不知道晒什么东西，然后去吃看，好咸好咸。对，这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我就回想到，因为我是苗栗人，我是苗栗人，也很农村的地方，对。但是我们苗栗确实也有就是做豆腐乳非常有名的店家，对。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过程，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某方面打开了我对一些传统食物的好奇心。对，那我就觉得这种开启的过程，全部就董事合同给扶起来嘞，我们扶起来的观众朋友分享，因为大家都很重视吃，很希望可以吃到健康的，或者是了解这些跟农食相关的知识。所以老师你自己觉得，你这本集结20年的书《青色哈推荐本漫》，你希望它可以给怎么样的人阅读到呢？你觉得谁最需要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啦，因为从我的背景来看，其实我也不是农业相关，然后也不是那个食物相关或者是料理相关的出身。可是我对这个东西的好奇，我觉得只要是台湾人，我都觉得很值得去理解、去了解，对，到底我们的土地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对，确实这些食物有可能都出现到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个，随便翻到一个金枣，那客家人有鸡酱，对，我就看到这个，因为而且你知道鸡酱它就是新竹、桃园、苗栗的鸡酱用的品种还不太一样，对。然后吉波有某 Q 用跟咪西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吃法。那当然宜兰也是这个金枣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产地，对。所以老师也会在书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金枣的这个制作跟好吃的这个金枣的料理，也会再等一下跟大家分享。或讲到我还在流口水真的是很爱吃，但是要不然熊爱吃到青某跟蛋的黑，就会同大家来分享要得懂精彩给事情。但其实老师是一个爱做料理的人，对不对？其实我也是很爱吃，也是很爱吃，我超爱吃，一定要爱吃。那老师有没有觉得做料理的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某方面很疗愈自己？超疗愈的，而且甚至有在定义这个所谓我做的这些东西是料理嘛？后来发现好像不是那是什么？我好像前面也没有人这样子去提到，比如说这个东西豆腐乳它就不是嘛。我后来有一点感觉，就是它其实是从风土里面长出来的食物。
对。但是这些东西，传统的这些东西，很少有人去理解它，或者是说去知道它的一些原理。然后常常会有一点标签，我觉得好可惜哦。对。然后我后来有时候会跟国外的朋友遇到嘛，因为我做的这些曲菌，其实很多到后来我开了一个餐厅嘛，那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日本人啊，然后其他国家的人他们会来到这边，我都会跟他们交流，因为他们也是很喜欢发酵的食品啊，对，每个国家都有嘛，对。然后像日本的话，他们的曲就很有名嘛，那甚至我还用日本的曲粉，然后用我们的米，然后去采菌，然后做成豆腐乳。其实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做实验呢，对我很喜欢做实验，因为我就不是这种出身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很破格，很新奇，对，然后什么东西我都可以试，我没有框架嘛，对。然后后来跟那个日本的主厨聊天之后，因为我有用日本的那个曲菌去做这个豆腐乳，对。那因为台湾人的话，就是很喜欢吃这种很新的豆腐乳，然后变黑，他们就觉得不 OK 了。好像太黑，对，就不好，看起来不好吃，然后就倒掉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因为台湾的这种自然采菌的曲，它是糙米曲，讲的比较仔细一点是这样。然后其实是很特别的地方，可是我一直自己就是等于有点像是人家说的，就是自己家里有的都觉得没有什么。然后当我在跟日本的厨师交流的时候，我会跟他说，我有用日本的曲去做这个。然后后来发现，我甚至还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因为它要变成比较成年的时候，它时间会拉很长。我很好奇这件事情，我们刚刚看到颜色就觉得有懂得跟某 Q 用，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下一团节目当中，再跟呛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底这个豆腐乳，还有跟这个国外的曲菌，还有嘛该某 Q 用跟故事，儿童台的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跟转到节目当中哦。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我是钟永权阿权妹。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一本书《天涯渡》嘅古种米田野里的古早味啊。今日有请到这个作者朱美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同大家来分享。刚刚有讲到，我觉得今天呢，我们这个书啊，快要不是重点了，你知道吗？因为老师有太多精彩的田野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就连豆腐仪这么豆腐乳这么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么小小的一个东西，老师都还给他做研究。今天带了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年份，老师介绍一下。好，其实这个的话，因为我2年份，这个是2年份，看起来像是我们常吃的颜色，然后比较正常的，比较正常。然后中间的话是4年的。4年份比较深一点点，对，然后最旁边的是8年份的。半年的豆腐仪看起来已经快要像化石了，你知道吗？很黑耶，对，很黑。然后其实这个就可以证明说它其实是自然发酵的，对。然后它经过时间，对，它就会变化。然后呢，其实它有各自不同的用途，这样。都还有在吃吗？8年的耶，8年的话，其实用途最好的话，我觉得，因为它已经偏向于酱油的感觉啊，对，所以我建议就是在卤制东西的时候，可以把它丢进去，它可以增加那一种你卤东西的酱油的层次。我又吞口水了，真的很有差，真的很有差，因为它本身因为发酵的这些所谓的盐味啊，它不是那么死那么直接啊，所以它那个层次是用人工做不出来，它是只能用时间发酵出来。8年我好难想象8年的时间做一罐豆腐仪耶。对，现在开始要囤积，因为8年之后就会有很好吃的豆腐乳。对，那所以像这8年的就适合拿来卤东西。那4年的话，基本上我会把它拿来料理。因为很多人问我说，那豆腐乳怎么吃？然后不是就是配稀饭吗？狗跟那个馒头，对。但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可惜了。那不然还能怎么样？我好好奇哦。因为其实我就是很想要把这个豆腐乳，然后变成现代人在厨房里面可以用的调味料。
因为它的调味料真的是，我觉得那个功夫真的是时间大师给我们的魔法。哦，对，它那个所谓的真的所谓我吃了之后，美味料理的秘密，真的，对，像日本常都会讲，他们叫什么？卡库西拉基，就是那种。秘方是不是？秘方，对你加了之后，那个整个层次变得很浑厚。所以我们的秘方就是豆腐乳，对，所以现在我在店里面用的一些东西，我也都会放这些。对，然后很多人都吃不来，为什么我直接放酱油或者是直接放盐巴的时候不是这种味道？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宝物，我觉得豆腐乳就是其中之一。就像现在我面前的这个吐司，对，蛋狗狗的东西不是花生酱，看起来虽然很像，但不是，它是老师自己调的豆腐乳的抹酱，对不对？是因为我觉得豆腐乳本身跟油是有一点很 match 的啊，对，所以我就把它用无盐的发酵奶油，哇，好，然后跟豆腐乳调味。就把它拌在一起，对，它其实很有焦糖的感觉。焦糖，对，然后甚至店里面我还做了一个，请人家做了那个意式冰淇淋豆腐乳的。等一下，这个好好吃哦！为什么豆腐乳跟奶油可以这么搭？很搭。它有一点点味噌，但是又没有到味噌那么的咸。对。它的那个豆腐乳的香气，而且它还会回甘，你知道吗？是，对，还会感咪西，对，竟然可以跟奶油这样拌在一起，可以，然后还可以做冰淇淋，做意式冰淇淋，好棒哦。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推荐就是，比如说我们常常会拿来炒东西嘛，啊，对，比如说炒菇好了，对，也可以，都可以。然后就是我用。我现在提的那个不是一般的我们用沙拉油去炒的，我提的是我们现在人比较注重健康，有时候常常会用橄榄油。哦，那橄榄油，比如说炒菇的时候，对，就用4年的豆腐乳去调味。然后或者是意大利面。一样是用豆腐乳去调味，意大利面也可以，很可以，就是那个它跟橄榄油、奶油，对，奶油、橄榄油的那个那一种就很真的很好。我下次要不然唐行长讲来，这一就像我来吃看啊，因为很多这种传统料理，或许你就是变化一下，对，调整一下，对，就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对，这我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也是老师都要不是属敌度，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很多传统的食物都那一种成分当中，他们或许都有值得有更多更特殊的利用。是，对，而且我觉得老师的所见所闻也非常非常的有趣。其中我看到一本书，我就直觉老师其实对客家也很敏感哦，因为改到底度看到9层板，后龙宜兰那边应该是讲怎么说9层炊、高点炊，对，然后我们是讲9层板，然后像是苗栗的9层板，真的是一层一层一层，对，完全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吗？对，完全一模一样。宜兰也有，对我后来才发现，其实也是有点是客家的那个。对，那边有一群已经是福老客。对，就我觉得我自己都是，像我们那个清明节的时候，我们不是包润饼，我们是吃那个粿。那就是掰那个清明节做给捏板，是艾草板吗？是用那个。那个叫鼠尾草还是艾草？艾草啊，现在都有改变了，对。然后就是去做那个粿，然后有包的板也是做粿，对，一样都是做粿，所以我觉得应该都很像，有一些客家生活的痕迹在里面。有，虽然大家都不会讲，对啊。但是很特别的是，我看到家的讲他们的9层板，还有乌卡尼呢，7家 Q 米给调整，因为大家可以自己做，然后可以因为自己家人的喜好去调整它的咸甜比例。是，因为一开始我接触到这个9层炊的时候嘞，然后是我们家的那个金宝，就是亲戚对，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个这么好吃，然后怎么样？你们为什么会调这个比例？有咸的有甜的嘛？然后他说我们家的家人都很喜欢吃咸的比较多，然后后来我就学了回去，然后发现我们家的人都是吃甜的。那不要那么多咸的，对他们咸的就意思就好，一滴滴的就好，对，所以就为了家人做了调整。所以我其实从这样传统的食物里面，其实蛮有感受到那种家人啊，就跟外面买的是不一样的。
对，很有用心的感觉。没错，对，第数迪度每周得看到老师跟家人之间的情感，对，食物跟人之间的关系，跟家庭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甚至是一些比如说跟朋友的关系。这么刚俺问按哪讲哦，老师其实开始做果酱，跟朋友送你的果酱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对，还蛮大的启发哦。就是有一个就我们家就是五湖四海的人都有，然后所以有一次是有一个朋友他带了法国人来，因为我们对外国人超友善。回到乡下之后就有乡下的朋友都常常觉得亲戚都觉得你们家怎么一天到晚都来了外国人，日本人跟日本人，现在有法国人这样。然后他就送了一瓶那个他们的果酱，因为其实欧洲的果酱是很有名嘛。那可是我还发现欧洲其实他们的水果是很少的，种类很少，因为比较凉冷嘛，比较寒冷这样。那不像我们台湾，从热带水果到温带水果都有这样。然后我们真的是大富翁，就觉得这个也没什么这样，就一直吃到不要吃，这个太多了这样。然后后来他给我一罐他自己做的果酱。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香蕉加了什么东西，我很惊讶，说哇，香蕉可以变果酱。在台湾香蕉好像不会做成果酱。对，而且香蕉就是其实跟豆腐乳有点像，就是这个已经多到一个爆的东西，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后来我发现就是这个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大的启发。我说原来香蕉可以这样加，那没关系，我就乱加。加了之后，一定会有一个又开始做实验，对，又开始做实验这样，对。然后后来发现说，香蕉，我甚至后来还把宜兰有一个很有名的叫红心芭乐嘛，那红心芭乐有人单一做果酱，很棒很香，对。我后来把香蕉，然后再加上柠檬，再加上我们的红心芭乐，然后就香蕉柠檬芭乐果酱。超级好吃的哇！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元素真的很多，只是说我们现在运用，对，我们因为现在的人其实很少，不要说接近土地啊，其实接近食材都很少，对，太方便了，对，要做个东西都有点难。就开火的话，大概现在也不用开火煮开水了啦，就已经有热水瓶。对，就连要开火几乎没有机会，很难，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没发现七家同食物之间的关联，所以我觉得如果看老师的这本书，你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跟食物连结的方法。对，故所也就会向我推荐一本书，问大家嘅原因，还有等等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好，欢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天涯度嘅古早味，有請到我們的作者美紅老師來跟大家分享。那剛剛有講到，老師其實很希望把這種人跟食物之間的連結做得提高更多，讓大家對食物更有感覺。那老師也把他自己多年來的觀察收錄在這本書裡面，跟大家來分享。那我覺得我們就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剛剛沒有同大家來分享到，對漢人來講就是超級熟悉的我們的桔薑，這個桔子。有桔嘞金桔，然後像我苗栗的，就是用橢圓形的金棗，跟宜蘭一樣的那個金棗，然後新竹桃園可能會用圓圓的那種酸桔，對，那這些東西我們一般來講就會老給做桔薑，就是做我們自己客家人的那種沾白斬雞的桔醬，但其實老師遇到了金桔，就有不一樣的變化了，對不對？是，在宜蘭傳統吃金桔的方法，好像也是像是果乾、蜜餞，對，蜜餞會比較多，然後甚至有把它打成那個可以保護喉嚨的，對，也是顏色很深的那種，很深的，對，我有喝過，可以泡水這樣。對，其實我覺得他們那個都很經典，很棒這樣。然後可是我後來發現，我就很沒有那麼喜歡吃金棗。对荆棘，然后因为它的那个精油的味道很重，很呛，然后他说健康的地方嘛，对，我觉得吃起来那嘴巴就很不舒服嘛，对，然后可是后来我就是也一样跟我们的长辈们，他们原来可以这样做，
然后就是很简单，超级简单。所以今天的富希卡拉 OK 就会来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早可以怎么样吃，可以用浅渍的方式。对，哦，是怎么做？它就是第一个就是很简单，我很喜欢把做东西然后降低门槛啊，就是你只要你只要有手，对，有手，然后怎么这样简单的做就会达到目的就好，对，然后自己就会很有成就感，这样至少大家就会比较愿意做嘛。对，然后我就是先把金枣采，因为我很喜欢采金枣，我就去朋友的金枣园采，对，采了金枣之后，我觉得那个也是一大乐趣。然后采完回来就是可能洗一洗啊，然后用那个叉子，然后在那个上面插个几个洞，插一些洞，对，然后用那种滚水，然后烫个30秒，捞起来一下，对，完全就不用管它有没有水这样。然后烫完之后，你就稍微沥干一下，然后放到那个干净的玻璃瓶里面，然后放了大概将近它一半的冰糖。一半的冰糖，对，好，橘子放进去一半的冰糖，然后之后它就会有很多糖嘛，对不对？它会开始生水，对，然后你就放在外面，然后就滚来滚去啊，放了2、3颗话梅，看你喜欢什么话梅，在这里，对，因为它那个就增加它的那种味道的层次感。对，有咸有甜，然后还有一些梅子香这样，然后就在外面先不要冰起来，然后放在那个室温滚来滚去，你每天就摇一下它，就这样子，对，摇到大概那个整个像现在这样，整个糖都不见了，对，已经就要冰起来了。哦，没有糖的状态就要给冰，因为我的糖是放比较少的，对，所以大概多久？这个糖融化的糖融化大概3天吧，3、4天完全融化就可以冰起来。就可以冰起来，对，然后冰完之后大概2、3个礼拜之后是可以开始吃。可是我有放一年，然后放在冰箱就好像今早季节又来了，我又看到它还在里面，后来拿出来吃，超级好吃的，也一样是用时间去酿造它，对，然后后来我还把它跟我们的米，然后用那个润饼包米饭，然后我自己也做腊肉嘛。然后还有我们的鸭嗓，太厉害，宜兰名产。对，然后配上这个金枣的那个，哇，真的是绝配。有吃过的人就觉得说，哇，那个整个是缺一不可啊。老师真的是脑筋动得很快，这样都可以，青菜拿来夹来夹去就可以搭配出一个新的样貌。所以我相信泰嘎给文叶堂老师分享，因为糖都同来空压他肚子懂摇，肚子很饿，然后一直在流口水。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有机会好不好？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浅渍金枣老师的这些创意料理，都有机会做的之类的。因为其实老师也有一个餐厅，对不对？跟大家分享，这餐厅底度有卖哪个东西？有卖什么东西？好，我们的餐厅名字叫做碎碎念，稻穗的穗，不是稻穗的穗，稻穗的穗，因为我们大部分就是全部的米都是我们自己的嘛。哇，对，先生就是种米。对，其实是我一开始是我跟他一起种，对，后来发现我真的不喜欢，我没有很喜欢，喜欢吃，对，然后我喜欢做这些东西这样，然后那个碎碎念的话，基本上就是用我们的小农的产品，因为我们一开始20年前只有我们一家在那里，对，然后种稻米，后来到现在20年后，大概有200户。这么多，对的小农都在附近，因为我们2个就其实是很喜欢热闹的人，我们很希望就是很喜欢这样的生活的人一起来到那个地方，我们会帮人家找房子啊，没有，现在也没有找房子啊，找地啊，就大家很容易可以进入这种农村的生活，互相合作，然后这一些附近的小农或是认识的小农朋友的食物食材就变成我店里面的食材，对，哇，所以在店里面不仅仅是可以吃得到正餐，对，还是有点心，而且我们的点心、下午茶全部都是用米做的，无麸质，是可以这样说，对，就像我们自己的米，我们就会把它弄成米松饼，就像这个，对，而且这个包装好可爱，很可爱，也是我们小农设计的，哇塞，小农好有才华哦，有，其实去到我们那边的小农啊，其实我们都那边的人大概都是属于半农半 X， 半农半 X 就是他们很斜杠啊，什么事情都做，对，就是很喜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兴趣跟自己的才能，然后但是有一部分是很喜欢土地耕作的，所以他们大概都会种一小块田。
对，然后另外再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这样是，对对，而且老师实验工他都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做，但是其实老师他还是对于厨艺这个部分有去精进，而且我有看到就是我们企划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说老师有对于生态厨师这一方面去做研究，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生态厨师。其实这是一个朋友，有一位朋友他特地其实也是为了土地，那基本上我自己的背景是比较多这种跟土地有关系的，我们也认识很多这样的生产者。那时候刚好就是那个朋友发起了一个生态厨师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到现在还有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就是他希望厨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待在厨房里面，其实是很封闭的，对他没有办法接触到生产者，然后甚至土地的一些议题。但我们现在的生态跟土地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不能说是危机，有一个要转变的时候。对，就是不能这样乱吃一下，又要吃什么进口啊，什么吃什么都不知道这样。那我觉得厨师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位置。对。那所以我觉得之前有去参加过，那后来因为最近就忙了，我就没有去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就是一线的厨师哦，对他们就是把自己的时间拨出来去参加，然后去认识台湾这块土地，然后台湾的生产者，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只是消费者，他们已经有意识觉醒，甚至连厨师，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对，那我觉得那台湾的话我觉得是未来是会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去发展，这样。对，古时候我是也要去基本的会同大家来分享老师一本书的原因，就是希望大家更关注自己的土地。对，吃就是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我们怎么可以不关心它呢？是。然后，如果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神奇的事情，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其实。你会找到吃东西的快乐，跟我一样，真的爱吃东西，真的。所以给我们一非常什么老师，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时间太短不够讲哦，好可惜哦，下一次再邀请老师来分享，谢谢老师，谢谢。没什么，天视机条件观众朋友嘅收看，记得要来支持老师的新书哦。休息一下，等下甜甜欣赏，跟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我记得啦，我来福喜来嘅免术听站，韩国客家天视台嘅 YouTube 频道，咪记得我来听站听嘅韩国影片嘅链接啦，记得我分享出去哦。